到你有第8手，去操新道。跟到刀中痕。晒大家。大哥，有故事。你要让tư。飞鸿子讲法。子，各部家。啥大家？嘿，等等，他的姑妹，有故事呢。有个啥？叶门道。听不到笑，太给可能遭了刀，要性用武。哼。照顾呢？照顾。飞鸿接打。hả? Lập bờ ta lờ.